有没有道理啊？你一点都不理解我。我如果问这种问法，就是没有道理啊，没道理啦。因为一个批评哦，同样一个批评，它到底是建设性的批评，还是破坏性的批评，是取决于批评的人，还是取决于我被批评的人？想一下，一个批评，伊是建设性的批评，还是这个批评是破坏性的批评？要判断这个批评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，是取决于迄个批评的人，还是要取决于是在地互批评的人？当然是取决于我啊，这个互批评的人啊。你给我批评，讲陈思豪你太胖了，你肚子的肥油怎么样？太多了，衣服都穿不下，是不是批评？是不是批评啦？啊，你还不是批评哦？要说我是肥猪才是批评吗？啊，好，这个是批评。各位看这是建设性的批评还是破坏性的批评？啊，这样批评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啦？啊，反正你看到有人批评我，就是建设性，是不是？你们这一些会有。如果我因为这个批评就崩溃了 ，break down 哦，我种断线啊！我去用安尼批评，我不要做人啊啦，我不爱来啊啦，不爱跟你好啊。好，这个是什么批评？这就是破坏性批评，我被破坏啦。信不信？信不信啊？可是同样一个批评，我听了以后，我说什么？安尼对答了后，一当吃半顿，哦，开始来运动，哦，一天啊，每一天吃半顿，开始拍拼。然后我就减了20公斤，啊，如果是这样多好！好，减了20公斤以后，各位看这个批评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？啊，明明是同一个嘛，是不是同款的批评啦？是啦。各位看到底这根刺是来自于撒旦，还是来自于上帝？哈！就看保罗怎么去看这根刺嘛，是不是？就看保罗是安怎去看这支刺嘛。第一成长的痛苦，保罗是要安怎去来反应，安怎去承受？如果他因为这根刺，每天自怨自哀，别人的阿君啊，是情是米路每天就在那边自怨自哀的时候。啊，这个刺是从哪里来？撒旦来嘛。啊，不过这支刺来当互保罗更较勇健，更较会当坚持来面对伊头前的恶当当的代志。啊，这支刺就是对上帝来。好，在这个时阵，你要知影上帝跟保罗跟保罗一样，上帝会比保罗还紧张哎。这个刺底下，上帝嘛是要看保罗要安怎来反应。这个软正的人，这个受到苦难的人，会怎么样看上帝对他的安排？如果看清楚自己的苦难，看清楚上帝是以真实的力量，安尼，上帝的心意就可以在这个软正的人的心中得到完全，算不是？各位兄弟，咱是不是软正的人？咱是不是受到苦难的人？还是咱是真正真好命，衔着金汤匙出生，到现在还是一路顺利？各位兄弟的，算你是这种人，上帝还是可以使用你。
更何况保罗的心声，伊讲我伫什么时阵软弱，就要伫什么时阵安怎坚强，因为上帝教我伫地。各位兄弟，这个会不会是当咱活一世人活到尾的时阵，咱真实的感想？吼，无得惊吓，才会学当当的代志，无得惊吓才会苦难，因为咱真实知影，这是对上帝来，会当互咱的性命更较水、更较芳、更较得到上帝的心意。毋茫咱拢往这个方向来跑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即成的爸，阮真实感谢，阮是受到你的照顾的往头前来行的。阮毋是孤单一个人，行阮毋知影方向的路。虽然阮有苦难，虽然阮心中嘛有刺，有当时啊不只是一支刺，伫阮的心中真做阮的痛苦。啊，毋过阿爸爸，阮清楚知影，这是对你来。要互阮明白，虽然阮软正，毋过你犹原要互阮勇壮起来。虽然阮无够野，你犹原要使用阮，成做你的器具，帮助阮就无放弃。伫你的听，真实坚持来跑走。当心彼得，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阿门。